这心情继续要带大家规台湾来行透透，来看到即马才9月底，伫台湾的关山都已经有秋天的感觉。福寿山的农场已经会当欣赏到波斯菊的花海，比人搁较大丛。无论是大日头脚，或者是黄昏的景致，拢互人感觉心凉鼻透开。农场10月杀迎民节的优待为10月初1到31，迎民摕证件都会当有带暝，也搁有消费拍折。吹着摇来摇去的波斯菊花海，远远看就亲像一尊一尊粉红色的海影，互人感觉敢若伫咧童话故事内底，水甲亲像咧做梦。福寿山农场每一年9月波斯菊大开，总是会请真侪游客来翕相，因为这个波斯菊花悬有2公尺，比人搁较悬。毋若是花海，金甲像松林共款，实在是真水。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，波斯菊最佳的赏花期是咧9月底到10月中旬，目前花已经开5成。今年的气候变迁的关系哈，往常的话就是可能是差不多9月初就有了。那么今年就是已经差不多有，也差不多半个月左右，它可以持续到10月中。福寿山农场的波斯菊花海总共有2个所在，一个所在伫咧农场水蜜桃园，另外一个所在是伫福寿山农场的祭地场。花大开的时阵会较晚，但是因为有地光园甲山来做背景，这个景色是水甲，互人拢无想要转去。10月要来赏花的农民，阁有优待。10月份呐，就是有农民节嘛哈，就是我们的住宿啊哈，还有那个门票这边呢都有搭配一些活动。福寿山农会嘛会伫咧面册顶悬，无定期来提供上新开花情形。想要来赏花的游客，出发进前会当先上网络来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